邊睇得。個追嚟我呢度喎，如果我咁打，個波咪出咗去嗰度。喺呢個時候，但佢又高喎，我又想喺呢度擊球啊，咁點啊？一係就推咯，推 OK 啦。如果我用正手啊，我係嘛？空口對住佢啊，睇到？空口對住佢已經引完打㗎啦，佢喺呢度引完嗱，咁啊已經引完打啦，跟住腳跨腰就打到啦。OK，一二到，一二三四，翻返嚟，五就係橫條，追到我擊我，一係就推到我。OK，我哋橫板就反手直板嘅，或者橫板嘅手直身，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。OK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你睇我哋腳都係咁樣，飛埋嚟1、2、3、4。